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12月21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中国上大游艇码头开发案倒伫台南的安平港，该案经过公开竞选，最后由亚国游艇集团提下经营权，上午正式举办签约仪式。市长林梦燕嘛到场见证。不过因为该重大开发案，安平侪里长拢质疑无事先甲地方沟通，所以员卢坤福嘛到场反映，表达不满。伫台湾港务公司总经理甲亚国游艇董事长正式签署安平港游艇码头的开发案以后，亚国游艇集团将处地专区12.7公顷的土地启动为期50年的经营权。嘛，因为该案第一期投资20亿，除了国库将收入至少18亿，对咱地方的观光甲游艇产业的发展更是重大。市长李梦燕嘛亲临见证，表示安平港的活化跨出历史性的第一步。安平港要让它活化，要怎么样的来让它整个对台南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把整个台南的这个市区的经济能够透过安平港也把它带上来。那经过大家非常多次的沟通，那么选定有部分是以自贸园区的这个方式，自贸港区的方式，那有部分是以观光我们用北观光南自贸的方式来经营。那现在非常的高兴，这样的一个规划，这样的一个愿景，今天终于踏出一个历史性的一刻。虽然签约仪式参像台南办喜事的心情，不过真侪里长拢反映，因并无清楚有这个开发案，议员卢坤福嘛无被通知，所以现场蹲袂调，要来发声。这个案子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没有反对，我们没有反对，我们又没有反对，我们乐观其成。我们没有反对，我们乐观其成。可是要让我们地方人知道，包括里长、区长。我跟你讲，你根本我大都唔知啊，你听我说。签约以后，预计明年度就将建设完成游艇码头109年完成专区的开发，确实相当使人期待。电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关心个人安全问题的虎城防癌协会，伫几个天寒冷的天气，特别捐出300领的防寒背心，要予安平区、北区、南区的道基老人，希望因会当注意保暖，维持身体健康。由南龙集团董事长肖东坡所创立的虎城防癌协会，以关心个人安全问题为协会的目标。协会认为，健康的身体才会当减少破病的机会。也因为这几天天气变冷，为关怀弱势，协会也捐助300领的防寒背心，予安平区、北区、南区的道基老人，希望因好好保重身体。伫肖登坡肖总裁的认知之下，他认为人的身体健康，确实当防癌抗癌啦。你最近寒流来的时候，就会造成人身体不健康所以据报道因为寒流而造成相关的一个老人的死亡率达到30几位所以我们肖总裁他认为说，这样子的话，我们防癌抗癌最重要的意义也是要健康所以讲阮多南两集团有的这种保暖衣，这种保暖衣里面都是米的。东西米非常的保暖说是不是我们可以抛砖引玉来上这个保暖衣给安的独居老人区长呼吁是要做爱心的民众，有需要也会当找区公所帮忙看山。协会也希望透过这个机会抛砖引玉，让更加多爱心人士做伙来关心弱势。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庆辉23号下晡将伫永康成立后援会，所以这几天拢亲历永康的大街小巷来拜票。
上个伫滨仔市扫街时，嘛提出伊对因控区的4大愿景，呼吁乡亲支持。一早早7点，伫永康滨仔市扫街市长参选人陈天辉，伫当地里长甲奥运会会长丁人陪同，才一步一脚印拼初选民调，而且所到每一个单位拢受到乡亲热情欢迎，加油鼓励声音不断，大家嘛拢对着伊勤走基层的骨力拍拼相当感动。拜托，大家好，台湾平安市咱各位台中支持啦，陈天辉对宣布到里参选市长以后，差不多每礼拜拢有奥运会成立，一直拼到现在。陈天辉强调，伊无拍高空做表面，就是坚持在地实做，每一区拢提出远景加具体政见向市民承诺。以争取领导，我们是实质用一步一脚印取得人民的支持。那这一段时间，我们很感谢我们所有人民的回应，跟所有市民对我的鼓励。他认为陈亭妃是最有政见的，陈亭妃也最有能力跟方向。所以我相信这些政见虽然路会走得比较辛苦，但是我觉得一步一脚印才是真实的。我们绝对不空谈。也绝对不做表面，我们是实质用我们的政见来取得人民的支持，这才是我们的重点。所以，我们还是再次强调，拜托我们所有的选民看一看我们所有的候选人，谁才能真正带给台南未来的期待？从教育市长、行动政府、年轻领航到各区的愿景图，我相信陈亭妃准备好了。陈天辉进一步表示，23号下晡6点特别伫永康成立奥运会，因为当地23万人口已经是台南第一大区、第一大票仓，所以首要任务就是要提升运输路网、改善交通，来争取选票。第一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随着选举的时间接近，各参选人的动作也愈来愈多。21号上午，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伫这些现任议员以及议员参选人的陪同之下，做伙翕竞选相片，除了争取选民支持，也希望发挥母鸡带小鸡的效益，共同来服务台南市民。这些现任议员、议员参选人以及甲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共同翕竞选相片。这次所翕的相片，除了是竞选要用的以外，黄伟哲也表示，同时会当作为拜年所用，会当讲是一举两得。借着这次的翕相，除了希望市民会当选出优秀的市长，也会当选出适合的议员，共同带动大台南。其实今天是一个扩大会议。所谓扩大会议的意思，就是连接我们市长的竞选团队以及各个选区议员的竞选团队来做一个共同的运作，算是一个联系汇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对我们的意义来讲是相当重要，因为除了市长要当选之外，很重要，如果能在议会的这个专业监督问政，而且青年问政的话，我觉得其实这是有必要的。那当然，市长跟这个议员是鱼帮水，水帮鱼。所谓的母鸡带小鸡，小鸡带母鸡，其实这个部分都很重要。因此，我们特别把这个借着这个选前的不知道是2个月还是1个多月的时间，我们赶快把这个整个竞选的连线给组起来。这点对彼此都是很重要，而且对市民也很清楚的，算是一个品牌的认证。就是这个品牌，这个连线，基本上就是我们共同的选择。黄伟哲表示，有信心，若是伫民进党内初选出线，伊会当延续赖议长伫市长任内的施政理念，将中央资源完善使用伫地方的治理，再创更较好的大台南。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口群一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我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南一年一度的跨年晚会，今年同款维持伫桂林高铁站。下晡市长李梦燕加4位主持人，除了卖力替晚会宣传，嘛替台南的员工代言。而伫咧看艺人表演的同时，阁有机会抽汽机车、甲机票订大奖，邀请全国民众做伙来台南跨年。台南伫12月31號的跨年晚會，4位主持人都來響應今年市府新時代主題，嘛替家己合作 New Style 陣容。除了講因是上屆少年、上年輕的組合，嘛且講是上屆班儀的主持，叫大家做伙來高鐵小跨年。这样卡司真的很厉害。刚说今年很多的天后嘛，像安心亚、鬼鬼吴映洁啦、瑶瑶、李千娜啦，获过金马奖、金钟奖的李千娜。邪恶天团还有灭火器、大鸡熊仔、龙仔。今年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精彩。都来，对，真的是非常棒。你看哦，主持就这么厉害了。看到我们当天的卡司你就知道，而且呢，那个安心亚啦、瑶瑶看出来的时候，大家就疯了。这一次有非常坚强的卡司。还有非常活泼的主持人，从刚刚主持人这样马上一上来就平常看起来很沉默一上来就这个非常的热闹可以期待当天一定是非常充满的欢乐，充满的喜悦那我想也让我们市民平常时咱台南市政府足强的也赖市长他很节俭，他很少专门为办这个综艺活动而办。就是说，金秋通常都是有要促销的，我们有要促销的这个产业，要促销的这个农产品，我们才会办活动。一般金秋宫纯粹请卡司，请这个明星，那就纯粹为了表演。我们几乎台南市几乎只有跨年才会办这一场。那么，但是这个跨年也是为了凝聚我们市民，大家一起共同来迎新送旧，凝聚市民的这种幸福光荣的感觉。会中市长李梦燕都来亲自出席记者会，为晚会来代言宣传，嘛伫各团的歌舞唱歌，甚至点出上届有个性的姿势，邀请全国民众拢来台南参与跨年三部曲，准备抽汽机车、甲日本、香港机票等8万的好礼。台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市府教育局21號上午伫德國國小召開2017成果甲未來展望記者會，當中以5大方向來呈現各項教育成果，包括伫資訊科技、硬體建設、幼兒教育甲學生英語力方面，攏交出袂歹的成績單。而未來教育局也將繼續朝向這5大方向邁進。由德國國小學生以原住民傳統樂器來為教育局2017年成果甲未來展望記者會甲開序報。今年教育局特別以5大方向來呈現各項教育成果。在智慧科技力方面，率先全國投入1326萬，補助專設62間國中生活科技教學設備，以及伫學生英語力的部分，首創雙語教學，將英語融入各學科領域教學。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年呢，在就是资讯科技方面呢，其实台南市的表现非常的亮丽哈。那我们呢也用市府的经费呢，衔接108年的这个课纲，重新呢来这个补助学校哈，设置有关于生活科技的这个教室的相关的设备哈。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年呢在教学卓越、阅读磐石的这个教育部的评比里面呢，也是荣获全国第1这样的一个佳绩啦哈。那再者呢，就是我们持续呢推动我们的这个英语教育的这个部分，要打造呢英语成为台南的第2官方语哈。因此呢，有2所，包括新营的男子国小跟这个我们安平区的西门国小呢，来推动双语教学的这个实验学校。
另外，体建设的部分争取到33亿元经费，要来进行校舍重建加补强的工程，同时也将持续全面改善学校老旧便所，提供舒适更加好的便所环境。另外，在幼教方面，除了在今年提高私幼教保光的补助，明年也将推出私幼公立化政策，来减轻家长的负担。今年呢，把这个教保券从每年1万元提高为3万元之外呢，我们明年呢也要持续的来推动哦，就是私幼公立化，也就是让私幼的这个收费呢比照呢公立学校，然后呢提高它的教保的这个服务品质，并且呢能够呢提高这些教保服务人员的薪资哈，用多面向的这个关怀，让我们的这个幼儿教育的这一块呢更完善哈。教育局长透过简报来点评今年伫教育绩效评比的成绩单，同时也表示未来将朝向持续推动英语成为台南市第2官方语言，以及技职教育在深化等10大目标继续努力。台新闻站山王子豪采访报道。市府文化局近年来不断透过学校甲社团，将传统艺术文化向下扎根。现在更加结合艺术表演的方式，和更加侪青年朋友熟悉。参照这次特别邀请到影响新剧场这个剧团，以艺人团旗为主题，要和大小朋友做伙来认识珍贵的文化资产。不管是宋港店，也或是亚港店，以及人西，拢是属于庙口的文化。真侪人虽然有看过，但是对着传统艺人的典故并无清楚。因此，台湾文化中心这次特别邀请到伫亲子剧场非常有名的影响新剧场，用环形剧场的方式呈现艺人团旗，让观众近距离享受360度看戏的新体验。影响新剧场其实他们对亲子剧场这一块，其实他们非常专业的一部分哈。那今年我们除了跟歌仔戏像秀琴到竹桥西港去，然后跟在地的一些艺政合作，然后也跟一些当代的艺术也好，现代的剧场，那亲子剧场其实一直我们也很想要来推。所以这次跟影响新合作，希望能够透过亲子剧场一个比较跟亲子比较能够接受的一种表现形式，让大家更认识我们传统的艺政，让艺政在台南可以更往下去扎根。这次非常特别，影响新剧场跟台南文化局合作来做这个艺政为主题的这个演出。那我们一向都是以亲子剧场为主，那我们这一次是用环形的，就是让大家回到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大家一起在地大店啊底下面一起听故事。因为艺政其实是跟这个庙宇文化啊这些是有关系的。不过这一次我们的表演很特别，我们希望可以让年轻的观众他们可以了解这个无形文化资产。因为台南其实很有名的是有形的，像古迹啊这些东西。那我们这一次想要做的是把这些无形的，像阵头啊之美啊，还有这些民俗之美带给这些年轻的观众。这场精彩的亲子剧场，12月30号拜六下晡2点半到7点半，在台南文化中心万新剧场上演。欢迎5岁以上的亲子观众做伙欣赏结合民俗文化的艺文表演，探索无形的文化资产。咱是文章山王子豪采访报道。由嘉南药理大厦学生会甲学生议会所举办的爱心圆仔义卖，今年已经迈入第11档。这次除了限量推出500碗的正圆仔以外，佮结合创意市集甲爱心扭蛋机，让学生伫校内可以当发挥爱心做公益。嘉南药理大厦学生会甲学生议会今年第11档举办卖圆仔做爱心活动。这次除了有圆仔汤以外，佮特别限量推出500碗的正圆仔，引真侪师生来真响应。同时，今年佫有安排创意市集，邀请到30外台团上进驻，活动现场热闹滚滚。今年汤圆义卖是进入第11年，那我们今年有富含新意的炸汤圆，那是限量500份，然后同学就是抢着预购，然后定点就是只要有来送，马上就是卖完。
那我们学生会今年有冬季嘉年华，有4个主轴，一个是装置艺术、社团表演、爱心送暖跟创意市集。另外，当中上受到欢迎的，会当讲是这个爱心扭蛋机。不过是关会一摆，也就是捐出30张发票、1领旧衫，都会当兑换一摆扭蛋的机会。上大奖有百货公司礼券、知名餐厅餐券、加电影票等等。今济学生响应做公益。我扭到那个 USB， 然后我是用30张发票，然后就是可以做善事，又可以拿到奖品，就很好，很棒这样。爱心扭蛋机有结合公益，然后同学只要捐30张发票1件就医，或是捐血1次就可以免费扭蛋1次。那爱心扭蛋这次最大奖有百货公司礼券，然后餐饮业的餐券跟便利商店的礼券这样。然后目前统计为止，1就医已经募集到500件，发票有1500张。那我们都会捐给基金会。透过爱心圆啊义卖、捐发票、甲募集旧衫裤等活动，学生伫学校对当做公益。伊被锁定将全部捐予伊甸基金会、儿童福利联盟、甲台南家扶中心等社会福利单位，借此传递嘉南药理大学学生的爱心信念。咱新闻站上王子豪采访报道。来自越南的新住民谭世明，伫台南永康中山南路开了一间正港的越南美食馆，为了庆祝6周年。店内的招牌河粉推出优惠介绍，欢迎民众前往品尝。前日传统越南服装伫料理台无用试查，就是头家娘潘世明。这间小河越南美食今年迎接6周年周年庆，除了口味相当的在地，墙顶嘛使用侪传统越南风格装饰，会当看见也未到食饭时间，就有侪人客伫店内用餐。拢是因为头家娘对饮料的讲究。我们重年庆就是海鲜河粉，原价90，特价40块。我们的量很大碗，然后东西都很新鲜。然后我们的汤头就好像几乎早上8点半都熬到晚上9点，都用大骨的汤。然后猪肉也是，猪肉就是原价80，特价60。我们的量都很大，这样子。我们的味道就是很道地，就是要把味道带来台湾，只是有改，就是不那么咸，不然口味跟越南也是一样的。只要口味就不要，因为台湾人不能接受那么咸的口味。因为口味正统，菜色种类高达60种，红糟、煎排骨、青虾啊、润饼糕、越南法国面包，拢是人客上爱，只适合全家大小人来吃，也互人客吃过拢真饿了。菜色很道地啊，这个东西又很多，量又很大，我觉得蛮不错的。上次来吃过，就觉得很好，就再来吃一次这样。这里也是很适合带家人来吃。上次我就带我太太来，这次因为我自己，所以自己来。下次还会带女儿过来这样子。为了庆祝小河6周年庆，24号之前，该店的招牌河粉拢特价，因为介绍相当的适当，时常是永康附近消费者用餐的好选择，嘛欢迎想要品尝在地越南菜民众来吃看卖。等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好天有时节分的天气，温度12度到22度，要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12月21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田雅珊，咱再会。